各位麗港城街坊，喺我哋附近嘅兩個發展項目，除咗公營房屋之外，未來有乜嘢社區設施呢？先講高嶺土礦場發展，項目範圍內預留一幅用地，用作興建一間小學。另外，房屋署公營房屋有部分面積提供一間幼稚園同埋社福設施，包括安老院舍、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而喺茶果嶺村發展，將會興建政府聯用綜合大樓，裡面包括有體育館、圖書館、衛生署設施、公共運輸交匯處及公眾停車位等。發展範圍內同樣會有一間幼稚園。而最近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聯同建築署就向立法會提交興建福利設施嘅資料，希望申請撥款。喺房協項目內最接近茶果嶺天后宮嘅住宅樓宇基座。當局計劃設置3項福利設施，以配合未來人口增長同社區需求。首先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新中心將提供60個服務名額，為經評估需要日間照顧嘅長者提供復康訓練、健康護理及社交活動，同時支援護老者，等長者能夠喺熟悉嘅社區安享晚年。第二項設施係長者鄰舍中心，中心將提供健康教育、外展探訪、義工發展、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以及轉介同社區資訊等。團隊亦會主動接觸區內隱蔽長者，協助佢哋建立社交網絡，加強社區支援。而第三項就係支援年輕家庭嘅幼兒中心，中心將提供100個日間照顧名額，服務0至3歲幼童，包括延長時間同暫託服務，方便家長喺處理工作或突發事情時獲得即時協助。3項設施將由房協負責設計同建造，工程預計需時約5年半，總預算約13億500萬元。設施落成後，將成為茶果嶺區嘅社會福利支柱，為未來居民提供更周全嘅照顧同支援。講到呢度，街坊可能都會問：將來呢一個區有咁多人口，又有福利設施，我哋經常使用嘅藍田站 D 出口，應該係時候提供無障礙出入口，應付實際需要。長遠而言，或者政府要認真考慮，將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用連接橋或其他方法接駁到觀塘碼頭及茶果嶺一帶，再延伸到油塘站，無縫匯合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令到東九龍有一個更完整嘅運輸網絡。各位街坊，你哋又點睇未來嘅發展呢？